全新嘅一個咧透皮光技術，幫你將你光由中層打到淺層，再打埋落底層，3個層數同時生膠原。頻譜咧由510去到1940打咧，令到你塊面咧係白到不得之了嘅。你唔好睇佢機仔細細啊，有50幾度㗎。冇錯，這個會很熱嗎？不會，暖的，暖暖的。OK，咁佢係不斷幫你個底生好多膠原出嚟。呢部機你隔日就可以用㗎啦。OK，但係你小心啲喎，你唔好定點喎，因為能量有17.36個焦耳啊。打到去你真皮層底下4.5 mm 深喎，佢打完直頭勁到 high 乎啊！佢打完咧，佢有少少好透嘅感覺，透光啊！但係未完喎，因為我有2個模式啦。其實你可以轉咗一個 lift 模式，就係幫你做埋一個咧係脈衝微電流，成塊面做翻一個 firming 緊緻。所以一路打膠原嘅同時，佢係幫你成塊面咧做埋一個提拉嘅功效嘅。嗱，我已經打咗一陣啦，俾你望一望。依家咧其實篤落去咧係實淨，即係脹好多，話同埋暖暖地啊！即係入面好滾㗎，係啊，個肌膚彈性係好足夠㗎，而且托翻起晒啦，即係你望到好明顯㗎。佢呢邊咧係揼落去嘅眼袋嘅位置，你望唔望到啊？佢眼袋好勁，黑眼圈好勁，但係咧其實呢一邊咧其實連帶個黑眼圈同埋眼袋係淺咗好多，平晒嘅。真係白咗啊！呢個係啊，你知唔知？今日呢部童顏光，呢部機今日係2000零蚊嘅。今日我仲要送3支 special 限量送嘅精華俾你，有興趣即刻留言同啦。